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，繼續有我水哥度講波。好啦，咁踢完呢對巴黎聖日耳門嘅季前友誼賽之後啦，我哋曼聯嘅大軍馬不停蹄，已經去咗愛爾蘭做一個 training camp， 係俾球員連續地 group 埋晒喺同一個地方一齊生活同埋練波幾日。咁好多時呢季前呢都會咁樣去 camp 噶啦。team building 呢除咗真係練波之外啦，都想球員們呢就可以再 friend 啲，對場上比賽呢都係會有好處。咁呢個 training camp 亦都同時咧就 call 齊晒人啦，包括之前因為有啲病冇去打巴黎嘅拉文斯同埋古夏咧都翻咗嚟報道，仲有傷嘅石斯高同埋達奴咧都有嚟埋。而由熱刺過嚟嘅新加盟嘅18歲翼鋒小將 Thompson 呢，之前喺季前賽冇帶佢嘅，而今次咧佢都有嚟埋。另外咧仲有踢完世界盃之後嘅美奴，連埋拉舒福特，通通都翻晒嚟啦。咁全部大軍呢就只係爭呢利馬咧就齊晒噶啦噃，據指利馬咧亦都好快咧就會翻到，咁就真係咧就會齊章啦。係啦，曼聯即將咧星期3晚咧就會喺埋呢愛爾蘭嘅首都都柏林同列斯聯咧踢季前賽，然後咧就會喺愛爾蘭呢度咧 training camp 留到星期5，再出發去波蘭準備 weekend， 踢埋對而家由曼聯前主帥阿摩廉帶嘅 AC 米蘭嘅最後一場季前賽之後咧，就會翻大本營噶啦，去為即將22號開呢嘅首戰對侯城咧做最後準備。咁新球季係啦，開始咧真係越嚟越近噶啦。餓咗曼聯真正式比賽咧就好耐，咁2星期之後就會真正開列啦。而今次條片嘅重點咧，當然就係標題都寫晒噶啦，就係阿福拉舒福特今次終於咧係真正翻嚟曼聯啦。無論大家曼迷有咩睇法，中意定唔中意啊，支持定唔支持阿福翻嚟都好啦，呢樣咧已成事實。而我特登咧就尋晚起咧就有去唔同嘅討論區啊，仲有外國 Twitter 嗰啲咧就睇下，見其實曼迷嘅意見咧都幾分歧嘅喎。外國咧英國嗰邊其實咧都見咧係有好支持阿福翻嚟嘅球迷嘅，而唔睇好嘅咧亦都當然有啦，包括我自己。咁我之前嘅立場點睇呢？其實之前啲片都講晒㗎啦，我都係唔係咁睇好嘅。不過呢都係嗰句啦，無論想唔想接受都好，阿福已經翻咗嚟呢 join 咗呢 training camp， 而亦好似上個月有喺條片度講啦，除非轉會窗剩低嘅時間有歐洲頂級球會落必去買阿福嘅啫，否則阿福呢就係唔會考慮咧去咩土耳其啊或者沙特嗰啲嘅，即係阿福啦。based on而家嘅情況睇，係好大機會呢，除咗練波，係仲有嚟緊新一季呢，真係會踢翻曼聯嘅比賽，真正重新咧就喺分別外借出去維拉同埋巴塞相隔1年半時間之後啦，重新融入翻曼聯嘅陣中。而根據Romelu嘅最新消息，阿福今次翻嚟咧就係會着14號嘅。咁數翻阿福喺曼聯嘅 number 歷史咧就係最初39號，然後轉過19號，再轉到10號，到而家重新翻嚟咧就着14號。而呢個 number 咧就係阿福咧上季借巴塞時咧都係着呢個 number 噶吓。咁講翻14號啦，之前喺曼聯對上呢，就係艾力神着過，再之前呢，就係有阿福嘅好兄弟連加特都着過，同埋仲有小兜喺曼聯嘅時候咧都係着呢個 number 嘅。咁都一如預期啦，估下咧就係會保留翻10號噶吓，冇理由咧就會搶走咗去嘅。而隨住阿福真係歸隊，順帶當然咧都有好多疑問咧，我即時會問。之前講阿福可能會翻嚟嘅時候，有喺唔同片咧都提過啲噶啦。不過今次條片呢度咧就想問得再詳細啲。第一樣嘅疑問同頭先提過嘅 number 咧都係連帶相關啦。number 方面咧估下咧就保留翻10號啦，而位置上阿福同估下又係撞位嘅喎。咁一樣咧都係最初始咧都係會打左翼先嘅。咁又點出發呢？嗱，實際地估下咧，以佢上季加盟以嚟嘅表現，無論喺進攻表現，包括佢帶波強行推進嘅能力，以至關鍵時間，尤其下半季咧就越嚟越多翻入波，仲有回防啦同埋協防態度嗰啲，以至對其他隊友喺場上面嘅感染力等等咧，咁俾我咧就一定係繼續出估下正選先嘅。而阿福嘅定位咧，應該咧就係做後備先，或者係咁以咧俾個靚仔啲嘅名堂佢都得嘅，超級後備。嗱，呢度嘅疑問咧就係阿福會唔會甘願去做個超級後備先啦？話晒其實睇佢飛歐洲頂級球會不去呢，就可以見到阿福佢對自己當下能力呢，仲係覺得自己仲係好頂級嘅翼鋒嘅。咁樣做後備快啦，佢近唔近得落先？真正開呢之後呢，就可以睇下啦。連帶第二樣疑問順住落嘅呢，當然呢就係問埋除咗肯唔肯開呢定位做後備先之外啦，仲有就係一旦落到場又肯唔肯回防先。嗱，進攻方面咧，佢咧就唔會唔做嘢嘅，但回防方面咧就真係難講啦，唔係屈佢下，係 based on 咧之前佢未外借之前，當時仲喺曼聯時候嘅表現，之前咧真係就唔夠落力，好似咧就係只想攻而唔想守咁款。咁而家卡域克嘅打法咧，大家都見咧防守企位4-4-2，翼鋒喺防守時嘅責任咧都係要求咧要回得多同埋企實個位，而要逼搶嘅時候咧亦都需要咧真係俾足力上去嘅。
咁阿福喺呢啲比較下欄野啲嘅苦攻嘅任務度肯唔肯出盡力先？呢樣都係大家嚟緊睇波嘅時候，見佢落場嘅時候啦，就要睇實嘅嘢嚟啦。而跟住第三樣疑問，除咗講可能做後備同埋防守工作肯唔肯落力之外，仲有呢就係卡域克。而家帶嘅曼聯打法呢，其實幾偏向技術型嘅，大家上季下半段起都見啦。而家呢就係要求啲球員呢做多啲小範圍嘅猜傳，傾向係要球員保持球權耐啲，係慢慢耐心去猜嘅。咁啊呢種打法同阿福本身最啱打嘅快速反擊呢就幾唔同。咁當然反擊機會呢一定呢就會有得俾阿福去嘅，但當陣地戰啲嘅時候啦，要你猜嘅時候，阿福又夠唔夠能力猜到呢？就都係要睇睇嘅疑問嚟。係啦，趕走身後波嘅反擊啦，阿福呢就當然得噶啦，但真係要來回猜，要配合多啲，要講更多技術同埋足球智慧，仲有團隊意識嘅時候啦，阿福會踢成點樣呢？就有啲難講啦。而仲有第四樣疑問係連埋呢仲有更衣室問題。咁阿福呢就作為曼聯青訓出身兼，今次翻嚟呢要再講呢喺曼聯陣中嘅資歷，佢會係最深年資嘅球員之一嚟噶啦。早喺雲高爾時代，即係10年前呢就已經踢緊，陣中可以數到呢種差唔多資歷級數嘅球員呢，就只係得希頓、蘇爾同埋阿福佢嘅啫。咁阿福喺場上場下嘅態度，可唔可以作為年輕球員做個好榜樣呢？喺更衣室嘅影響力係好係壞呢？咁都一樣會係而家要睇嘅疑問嚟。進而啦，仲有講埋第5個疑問，我咧就會講埋咧就係轉會方面啦。嗱，舒一斯咧早幾日咧有片講嘅，傳緊可能祖雲達斯呢堅係想要，而家咧就係仲有機會舒一斯咧就會出走，可能咧就係借走或者直接賣走嘅。咁但係啦，有阿福翻嚟，前鋒除咗石斯高、安保姆同埋古夏咧，阿福都踢到嘅喎。咁呢種情況之下，會唔會就變成 Even 舒一斯走啦，都唔會再入 backup 前鋒呢？而同時，阿福同埋古夏都係踢左翼，咁多股咧可能咧就會歸翻落左閘先。咁左閘係咪以曼聯今夏目前為止啦，好似可以唔買咧就盡量唔買嘅思維，係咪又會視為左閘夠人就唔再買呢？嗱，呢度強調翻少少係嚇。冇錯，多古喺嚟曼聯之前喺意甲萊切咧都係有打閘嘅，但係多古嚟到曼聯之後啦，喺阿姆廉時期咧就打翼位，有蘇爾喺左中堅咧幫佢兜住，而卡域克時期咧多古咧就係打翼鋒多嘅喎，咁啊即係多古事實上咧就未點有喺英超有真係打過閘㗎嚇，咁呢個位啦就係要幾講防守意識同埋路數嘅，呢樣嘢多古喺英超咧就未有點樣驗證過咧夠唔夠做。所以左閘蘇爾有傷患風險啦，有多股未點喺英超打過閘咧，呢個位唔買嘅話，我個人意見睇咧係仲會覺得咧會有隱憂。咁就係啦，曼聯會唔會係當阿福兼晒左翼同埋前鋒，順勢就成個陣容真係最終拍板 backup 前鋒同埋左閘都唔需要再買呢？咁都係可以睇埋直接轉會窗完結之前嘅疑問嚟嘅。係啦，咁就總共關於阿福真的回來了嘅5大疑問呢，就係以上呢啲啦。咁都講埋我自己啊，雖然呢我自己本身係唔多睇好阿福回歸，但既然呢真係翻咗嚟就，我都係會話翻啦，睇埋佢翻嚟嘅真正表現同埋態度係點先睇下一步呢再點樣去 judge 啦。係啦，已成事實，一味係咁繼續反對呢，就好似冇乜建設性嘅。咁阿福翻嚟呢一樣，我而家呢好似當佢係一啲新球員咁啦。我或者會對佢有疑問，但我希望佢實際踢出嚟嘅時候呢，係可以證明到我係睇錯。而家呢個翻嚟嘅機會呢，就係卡域克俾阿福佢嘅，咁希望啦，無論阿福係想翻嚟長期踢啊，或者只係當係個過渡性質，踢埋現有份約就算，無論點都好啦。希望佢而家呢着得翻起件波衫，無論係會落場踢幾多場都好，都要至少呢上得陣嘅時候呢，要對得起件衫先。呢樣呢，就係我對佢今次翻嚟嘅最低限度嘅一個期望先。好啦，咁啊，講完晒阿福今次翻嚟嘅事之後啦，跟手咧最後咧都同大家補埋少少轉會消息。嗱，頭先咧有提到阿福翻嚟可能會對曼聯會唔會再買人嘅影響啦。咁呢度睇埋一直同曼聯關係好好，成日有內部消息或者間唔中會俾佢做獨家訪問嘅 Andy Mitten， 佢嘅最新報料都係有啲吹風咧，叫大家咧俾耐性等埋今個轉會窗完先。口徑同埋 D.O 之前講嘅咧係有啲似嘅，係話雖然而家曼聯係靜啊，但唔排除下窗尾段就會再買。咁講到咧，曹亞文尼一直唔斷嘅傳聞啦，就 Andy Mitten 咧呢度有報料話，只要皇馬有信號要賣嘅話嚇，曹亞文尼咧就係會樂意嚟曼聯，而曼聯咧係仍然一直等緊呢個機會嘅。咁當然，目前呢個皇馬要賣嘅條件咧就仲未出現，但 Andy Mitten 咧舉例話，卡斯美路幾年前咧都係8月中後段咧先至轉會嚟嘅啫，所以好多可能性係唔可以抹殺住。咁啊係啦，除咗中場曹亞文尼呢度啦，我仲見咧左閘咧就有吹翻多啲人選嘅，但啲 source 咧可信度咧就一般般。咁今日轉會窗咧呢個月以嚟咧都係咁噶啦，剩得嚟咧又冇咩料，係得啲細 source 咧就喺度亂吹。咁啊喺度進一步傳更多之前啦，都係暫時靜觀其變先。而曼次雙追會唔會令到曼聯急翻買第3中場呢？都係暫時未有咩進一步嘅傳聞住先嘅。
而家最新只有傳曼聯又再準備買小將抽卡嘅消息，係似乎咧有望喺李斯特城度咧買18歲中場小將 Lewis Page。咁又輕輕咧睇佢背景嘅係上季咧喺英冠咧就踢10幾場，據傳本身阿仙奴同埋維拉都想買，咁就睇睇曼聯今次係咪會搶贏到簽到啦。咁就係啦，真正一隊簽人咧，曼聯咧繼續係未再有料嘅，而小將抽卡咧就陸續有嚟，就係目前曼聯而家轉會嘅現況啦。好，咁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。想支持我嘅話，可以加入 Patreon 做會員，或者 join 翻呢個 YouTube 會員都得嘅。感謝支持先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